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待降节第3个星期六，12月20日。主题是大地啊，发抖震动。预备聆听。大地啊，你要在上帝面前震动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诗篇114篇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雅各的子孙离开异族的土地，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民，以色列成为他自己的国。红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群山像公羊跳跃，丘陵也像羔羊蹦跳。红海啊，你为什么奔逃？约旦河啊，你为什么倒流？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？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？大地啊，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，在雅各的上帝面前震动。他使磐石变为池塘，使岩石涌出泉水。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你上一次在主面前颤抖是什么时候？把那次经验讲出来。我选择这首诗篇，是因为最后一节里的磐石变为池塘，它让我们回想起旷野磐石出水的故事，在出埃及第17章。我选择它另一个原因是，这是一首关于以色列救赎的诗。他先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得救时，红海看见就奔逃，并包括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时，约旦河也倒流，最后以在旷野磐石出水做结束。他展现整个救赎计划，起点、终点、过程。待降节提醒我们，上帝的救恩计划在耶稣里已经开始，结局尚未来到，而故事的中段就在我们现今寄居之处，在我们自己的旷野旅程中。正时刻需要从基督这个磐石流出的活水。诗人思索上帝奇妙的救赎时，他开始用诗意的语言向大海、约旦河、山川发出疑问：为何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本性？受造之物充满力量，自有其运作规律。为何他们突然违背这些规律？诗人没有等待大自然的回应，而是直接向他发出呼喊：大地啊，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，
在雅各上帝面前震动。上帝在自然界的临在令人惊叹，上帝大能的救赎计划也同样令人敬畏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们应该因敬畏而战斗，因为上帝为彻底救赎所有受造物，他的大能在世界上，并在我们生命中继续行神迹奇事。代降节这个故事诉说上帝奇妙作为，使受造界照他的旨意运行。请试着写下你自己的诗篇，描述你所经历的上帝的作为。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唯有你的临在是我们得救的根源，求你帮助我，在这救恩故事的中段，衷心地活在你的同在里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与大自然万物一同战斗吧。